正道独独敬畏耶和华，请曾牧师。所听遐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牧师想要甲咱分享一个甲恁人生、甲咱每一位伫咱人生中间上重要一支锁匙。敬畏上帝是一个真要紧的态度，不是可有可无。做一个基督徒，爱心中甲上帝关系。敬畏上帝本身，这个态度就是影响咱一生，无论是过程，一直到咱一生的结果。这是一支幸福的锁匙。真侪基督徒拢有心中有上帝，但是无拄拄甲伊当作上帝来敬拜伊。亲爱的姊妹，你若愿意认捌你心中这个上帝，也用敬畏的心真正跟对伊敬拜伊。我深深相信，这个创造天地的主，要施恩伫恁的家族到万代。咱用较无心来恳求圣神帮赞，咱同心祈祷。至圣的圣神，阮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你降临伫阮的中间。若毋是你的帮赞，阮真恶得会当对心中有完全的敬畏的心。若毋是因为你的帮赞，阮要怎样来敬畏迄个看袂到的上帝？亲爱的圣神，阮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你，即时进入每一个阮的亲人兄弟姊妹。阮的囡仔，阮的士大人，祝福这个教会是一个人敬拜你的所在，要这个教会真侪你阳光充满、你的稳定充满的所在。愿阮伫今仔这个敬拜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我的问题就得到解答，因为阮是世间人，我要怎样来敬拜上帝？主求你的圣神对阮讲话，互阮知阮就做什么，才会当真正。真侪上帝你所欢喜的行事，愿你对阮讲话，也愿你用你的圣神来充满阮。阮恭恭敬敬伫你的面前，安尼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这两段圣经，虽然牧师请师会会长老所读的经文拢真短，但是这两句话拢真重要。第一段出来及第20章，这段话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开始。人类咧讲起历史，是咧讲起有文字的记载的开始。犹太人信上帝，是对摩西的进前500年阿伯拉罕，因离开这个两河流域，进入到伊朗、伊拉克，然后来到迦南地，就是现在这么以色列的这个迦南地。这个500年中间，以色列也无有家己的文字。虽然因嘛有古早迄个两河流域的遐个文字，但是基本上犹太人因也无有真正属于家己的国家文化甲历史。今仔这段话真要紧，伊咧讲起天顶的上帝，伊亲自讲10句话。这10句话伫传统上，咱伫教会内底，咱甲伊称作十诫。基督徒对十诫并无遐尼深的感触，但是犹太人应该上帝所讲的话是不打折，上帝安怎讲就安怎做。所以你姊妹，伊头一句话安尼讲，伊讲我是耶和华，我的名叫做耶和华，我是你的上帝。我的名叫做耶和华，我要做你的主。兄弟姊妹，咱敬畏上帝，你敢有相信？当你敬拜上帝的时阵，上帝会为着你的一生来做主，你有相信吗？你有相信你一生所敬拜的教会内底，听真多故事，听真多的道理，你敢有相信？这个牧师所传讲的这个上帝，伊会为着你的一生来做主吗？上帝讲我是耶和华，我是上帝，你要做我的儿子，我要做你的主。伊的意思就是，我要为着恁来负责任，我要带恁，我要帮助恁。所以，你姊妹，原上所讲起头的话，一直到今仔日，
既然听见相信的人，你的生命领受这个上帝。咱做基督徒，咱认真做礼拜。亲爱的姊妹，你把这种的过程当作宗教，还是当作一种的生命来享受？有真侪人把这个当作宗教，所以有真侪规矩，真互人感觉真困扰。这爱做吗？这不爱做吗？行东行西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第二段圣经是记载伫路加福音12章，耶稣讲：当惧怕的，不需要惧怕的。然后，反正咱白话字讲，伫你的一生中间需要在意的，就是你生命中间上重要，你需要认真去计较，你需要认真放伫你的心内，是什么种的代志？耶稣所讲的话，拄甲旧约以色列人听见摩西上帝所讲的迄10句话，除了我以外，你无别的上帝。耶稣讲，你就爱敬畏，你就爱惊。毋是会甲你杀死迄个人、歹人、龙魔，迄种人你毋免惊，因为人生命死也无结束。伊讲，独独恁就爱敬畏迄个，是真正掌管灵魂，将来要去天堂、要去地狱，迄个有管理当掌管永恒的生命、掌管生命迄个上帝，你当惧怕他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用这两段圣经，牧师要邀请恁。咱要做基督徒，咱来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。咱来认真看待咱家己的宗教信仰，这毋是一个宗教，这是决定着你的一生整个的过程。所以今仔日的金句诗篇128篇，伊讲敬畏耶和华的人，遵行他的道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有福气的人，就是敬畏上帝、听伊的话、照安尼来生活的人，伊的一生。人的一生最重要不在长短，人的一生最重要是整个过程顶关。我有感觉有意义，我感觉有价值。伫我的一生中间，我有一个愿望，当我感觉人生结束的时阵，是另外一个旅途的开始。所以我的死不是结束。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。牧师知影，要鼓励恁敬畏上帝，不是简单的代志。亲爱的姊妹，一个人要死心塌地对迄个从来毋捌看过的物件，一个人要死心塌地对迄个从来拢毋捌摸到、毋捌经历到的上帝，要死心塌地甲伊讲，我将我的一生拢完全交予你。亲爱的，这简单嘛？无简单，古早人甲咱讲，摸会到、看会到，才是你的。食萝卜个稳达达。所听的姊妹，咱敬拜的上帝，常常是咱中间咱看袂到、摸袂到，甚至嘛无一定经历会到。咱的信仰必须要有经历，真正经历到这个上帝，咱需要有帮助。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替恁祈祷圣神的帮助。若无有上帝圣神伫咱的心内，无人真正会当死心塌地对上帝讲阿们。伫做礼拜中间，恁真容易阿们，因为牧师若讲到恁感觉圣经的内话有感动你，你就讲阿们。但是若毋是真正上帝圣神踮伫咱的内面，咱真困难对心内将神摆在你生命的最重要的地位，将上帝摆在你的生命中间上重要的地位。你要问牧师讲，牧师，你所讲将上帝摆在你生命中间上重要是什么意思？是毋是亲像伫阮兜中间讲阿妈听，就猜一个神明，迄个神明就是上重要嘛？真接近啦！咱若将上帝放伫咱生活的空间内底，是第一显眼。上重要的地位，上帝要甲你讲，你尊重我、敬畏我，我要为着你的一生来做决定，我要做你的主。像这你愿意互这个上帝做你的上帝吗？
欢迎今仔日第一摆来到这堂教会做礼拜的遐日姊妹，嘛欢迎伫云端顶悬参加直播无熟悉的遐日姊妹。咱的上帝在云端，咱的上帝无所不在。今仔日这段圣经出来记20章第1节到第3节，这个故事发生讲，忽然以色列人来到旷野，就是因得到自由，离开法老王的军队的恐吓跟管理。因离开埃及第50天，离开埃及第50天，因为因要离开埃及的迄个前一暗，就是因守半过节，伫埃及最后一摆的逾越节。逾越节设立就是上帝用一个新约来表明伊对生命的主权，有管理互人生，有管理互人死。所以上帝设立有逾越节，就是要表明上帝对生命的权柄。所以犹太人就用因所食的羊肉的血、羊的血，甲伊抹伫因的门厅的顶悬。天使对遐经过了后，因知影这个家庭是上帝的。所以因初生的大囝、初生的头一体的前生，拢无受灾害。埃及人法老王，因为伊毋知影即种的记号。逾越节后来，将对世世代代以色列人纪念上帝救恩、保守生命的一个真要紧神圣的节期。食了后，迄个暗顿，加日出发，因为去了上帝所设立因要去的一个应许之地，叫做迦南地。因来到一个山，叫做西奈山，伫这个西奈山的下面，迄日有一个真奇怪大自然的现象，照圣经的记载讲，乌云笼罩西奈山上，这个山的山头和乌云压着，然后伫迄个云的顶悬闪电交加，暴风雨。以色列人从来没看过这样可怕的情形，而且火山爆发，地大震动，迄个山头出火，这就是这真相。犹太人伫迄个所在，伊对大自然产生一种敬畏的心。哪会安尼？所以远远徛伫山的这边头，伊看山头的所在。但是摩西知影有代志要发生，所以摩西就对因这群以色列人的中间向前行。圣经的记载讲，伊就近耶和华所徛起迄个乌云的中间，上帝开始甲伊讲话。上帝予伊10句话，这10句话来到耶稣的讲道的内底，耶稣有解说10条诫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耶稣讲，上帝所有以色列人这10句话，介简单来讲，就是2句话，就是真心真性、真力真意，听你的上帝。听上帝是第1句话，第2句话就是，你着听你的厝边，亲像你家己，爱人如己。实际简单来讲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亲爱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听上帝所约定的话。上帝的话自古以来永不改变，一点一字一句一话。上帝所讲的话永远无改变，虽然翻译有改变，但是伊真正，伊叫做约束。你若守我甲你所立约的话，我就要做你的上帝。亲爱的姊妹，愿咱拢有福气，成做这个上帝的家子。不但你，我，到永永远远。阮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对恁讲话，超过牧师所讲的讲道的内容，是上帝伊的圣神亲自要甲恁讲的话。伫你的一生中间，你感觉上界需要注意的代志，最需要在意的是什么？是穿水水吗？是食饱饱吗？
是有当亲像贵妇安尼享受吗？兄弟姊妹，咱的一生最需要在意的是什么？我伫人生中间不虚此行。我伫人生的中间，我为着我的存在，我感觉我的生命有体面、有价值、有意义。我感觉我对少年到年老每一个阶段拢精彩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听你的祈祷，因为咱的活命是对伊所想说。今仔日牧师要用一个主题叫做“独独敬畏上帝”。你生嘛敬畏伊，你死嘛敬畏伊。今仔日咱师会长老带咱读一句德登教会，自古早以来，咱常常反复来回忆记忆一个约翰卫斯理牧师伊的祈祷文。伫迄个时代，英国出几下真伟大的基督徒，其中一个就是约翰卫斯理 （John Wesley）。伊伫伊祈祷中间，伊甲上帝讨，因为伊是卫理公会真要紧的设立的一个领导者，所以常常为着卫理公会祈祷。伊讲求上帝赏赐阮卫理公会有迄个会当用生命讲道的牧师，是啥物拢毋惊，敢若惊上帝；啥物拢无爱，敢若爱上帝。主啊，你赏赐我用生命、用真理、用上帝的话讲道的教会。这100间的教会要将整个英国反转过来。英国因为敬畏上帝，所以因伫中古世纪成做一个真伟大的国家。后来到18世纪、19世纪，甚至20世纪，英国拢将做世界上好嘅国家。人家称作日不落国，你捌听过无？大英帝国 （United Kingdom） 甲 United States 无共款啦。United States 就是讲一省一省、一州一州安尼做好。United Kingdom 是讲所有全世界的国度拢是我英国的。这个国家不是自然而然伟大，是因为这个国家伫过去对宗教改革开始有出真多，啥物拢唔惊，敢若惊上帝；啥物拢唔爱，敢若爱上帝。甚至爱上帝到爱到死，牺牲伫这个宗教改革审判中间。一个人叫做 Thomas More， 是英国亨利8世的宰相；另外一个叫做一个名我常常煞袂记，伫咱查经班的中间牧师有讲。这个牧师伫英国国王的面前，伊是天主教的神父，伊对国王讲诚实的话，因为国王为着要抛弃他的皇后，另结新欢，所以这个主教甲伊讲：牧师你安尼，毋是国王你安尼做毋对。国王非常无欢喜，甲伊叫来，伊讲：今仔这礼拜你倒去。伫这礼拜中间，你所讲的这话，你吞倒去，该食落去，吞倒去。后礼拜做礼拜讲道的时，你伫礼拜中甲我回息嘞。你想这个牧神父，伊过礼拜安怎做？啥物拢毋惊，敢若惊上帝。所以伫伊的礼拜中间，伊平静讲上帝的话。伊并无甲国王回息嘞。虽然当时伊并无马上互人斩头，但是后来伊犹原死伫受火受死的情形。英国的教会是因为有这种的特质，因敬畏上帝到不妥协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敬畏上帝毋是一件凊彩的代志。伫你的一生中间有啥物是你感觉你的灵魂袂当比出卖？这个世间有一个生理人，伊的名叫做魔鬼，伊甲你讲：你若来敬拜我互你的股票超过黄仁勋，超过张忠谋，也是你要紧拍败甲伊讲教主啊！
你想死我嘛？所听的弟兄姊妹，咱的生命是无价之宝。咱的生命中间有一项代志，就是带着圣洁的话命，带着清洁的心，有一日，咱要到天堂，得去见咱的天父上帝。在咱的一生中间有一项代志，极其重要，就是尊主为大，敬畏上帝。上帝，你所讲的话不打折。上帝，你在我一生中间，就是我的主。除了你以外，无人有权利恐吓我，我嘛唔惊伊。亲像 Thomas More， 亲像我拄则甲恁讲这个牧师，这个神父，亲像约翰卫斯理，这个人栽培出来英国的子孙，英语叫做 gentleman。这是伊有一个某一种伊存在自我，伊的立场、伊的身份、伊的品格、伊的智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仔日的上帝话对恁讲话，敬畏上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。但是真侪基督徒有当时一世人敬拜上帝，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上帝是可敬畏的。你若知影上帝是通敬畏，有上帝看无上帝看，你拢袂凊彩。你唔敢偷摕上帝的钱，你嘛唔敢滥散使用上帝给你的身躯。你伫上帝的面前，你会想讲，人若看到我，就亲像看到我的爸爸。愿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。祝福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主带你到伊家己荣耀的宝座，甲你讲，我的囝，你坐踮我的边啊！伫我荣耀宝座前有一日，你就要甲我三脚地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今仔日的话第句话讲上帝吩咐一切的话。不是干那出埃及记第20章第1节，所听这部书都叫讲以色列人的历史对这个时期开始，为什么？因为伫摩西进前的500年，犹太人是一个游牧民族，因随主草而居，后来因为饥荒流浪到埃及，伫埃及400几年，起头有因为伊的子孙叫做约瑟，约瑟当宰相。所以犹太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获利受地淫，但是后来因为犹太人因为殷勤勇敢，照圣经的记载，甲当时中东地区埃及的记载，犹太人上后生致到埃及人感觉有压力，伊若举手投票，咱埃及人拢输啊，犹太人因愈来愈勇壮。所以后来就颁布命令，犹太人头生出来第一个查甫囡仔，囡若生查甫的，拢三宝拢爱甲伊杀死。上帝听见因的流目屎甲祈祷，所以上帝叫摩西去甲法老王讲 ：Let my people go， 互我的百姓离开你的魔掌。上帝将以色列人带出来，我唔知上帝安怎讲，但是摩西伊所听到的话，无论伊亲笔写，也是伊交代伊的书记。后来伊对上帝所听的话，就正最近咱圣经中间头前的前5本：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跟申命记。圣经旧约的头5本册。犹太人把伊当作圣经，伫这本圣经也未被收纳叫做圣经进前，犹太人就把因的圣经号一个名，叫做 Torah。Torah 的意思就是教科书、指导。Torah 个另外一个字翻作英语叫做 torch。torch 不是 coach torch 的意思就是火把。上帝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所听的姊妹，虽然咱不是犹太人，但是上帝所讲，伊创造天甲地，甲咱有关系。所以讲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都来到上帝的话，为什么咱的教会摆设要这样子呢？为什么咱的教会要把圣经放伫咱的做礼拜的上中？伫兄弟姊妹的烦扰的牧师，咱做伙用圣经做中心。这是代表讲，阮这群人是用上帝的话做阮的焦点。这无论你同意无同意，咱的教会就是安尼。所以，咱的教会是上帝话说话算数。愿天父上帝也邀请恁，咱做伙为着上帝的话。伊讲上帝的话，不但是咱脚前的灯路就会光，上帝的话要互人有智慧，上帝的圣神要互人知影敬畏上帝。以赛亚书第11章第3节，敬畏耶和华的灵，要使人以敬畏耶和华为喜乐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圣神甲恁三块地地，超出人的讲道，将这句话放伫恁的心内。咱的上帝甲咱讲：我是耶和华，我是你的上帝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要为你做主。也这你相信吗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，因为上帝真正是活命的主啦。咱也真接想，生苦病痛，经济无好，拄着恶担当的事，囝儿无婚姻，囝儿未生囝，有真多代志是咱无能为力的代志。但是这个上帝是活命的源头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伊的圣神，甲咱三个地地，所听你即摆教你的囡仔敬畏上帝，你的囡仔绝对袂变歹囝。你讲有影吗？牧师敢甲你讲，你若教你的囝敬畏上帝，你的囝绝对袂变歹囝。不但袂做歹囝，你的囝要得到上帝圣神的祝福。以赛亚书第11章第2节讲：耶和华的灵如果在他的里面，不是如果，而是用肯定句。耶和华的神踮伫伊的内面，迄个人就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谋略、有能力、有聪明、有知识、有敬畏神的心。这是上帝的话。历代以来，敬畏上帝的人，参透宇宙万物隐藏的奥秘。牛顿看见上帝所创造的万物，甲历史以来千千万万的人拢同款，但是唯独牛顿，伊伫迄个看袂到中间看会到，竟然在宇宙当中有一种力量叫做万有引力。所以牛顿都发明了3个公式，称为牛顿的3个力学的公式。人要怎样来描写迄个看袂到的物件？人要怎样来讲出来迄个看袂到的物件？伊讲迄个力量公式等于大 G 乘大 M 小 m， 下骹画一个除以2个距离的平方，这叫做万有引力的公式。G 就是咱咧讲的 G 力啦，迄个飞机的载飞机，伊讲伊若俯冲的时阵，迄个 G 力能够达到最大，能够达到9G，有无？你有没有听过迄个9个地心引力，9个地这个压力？牛顿较知影 G 的数字叫做9.8咧，圣经无写呢。所听的姊妹，上帝互敬畏伊的人有智慧。所以人类的历史中间有真侪互上帝所使用的人，因不但有智慧，因有敬畏的心。愿上帝的圣神伫今仔日甲你讲话，我曾经
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如果你来伫教会有一段时间，你倒去想讲，曾经伫过去的日子中间，你甲上帝约束，上帝敢捌互你失望过？你甲上帝约束，上帝捌为你做什么？今仔圣经讲，我曾经从埃及带你出来。伫咱的感恩的心的内底来想念上帝作为，上帝伊就伫你的心内，成做你的上帝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甲你的囡仔讲，咱的家族是信上帝，永永远远，无其他的偶像，无其他的偶像。兄弟姊妹，虽然有时咱的无信用，但是咱的上帝绝对被私信于我们。求天父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，互恁经历到这个上帝，是一个绝对无弃杀伊的囝子的上帝。不要像以色列人远远的站着。兄弟姊妹，你若要领受祝福吼，都要走进前啦。亲像恁咧看迄个演唱会哦，一寡人来开偌济钱啊，安怎摕都要摕去上头前。有一种人上讲，就是明明知影伊是上帝，但是站得远远看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们与神的距离有多远？反差，咱的稳定，咱的生命开展，都有反差。做一个比喻，一支蜡条，你站得越近是越光还是越暗？咱甲上帝若行愈近，咱的生命就愈会感受到上帝的心跳。咱若甲上帝越接近，我们甚至能够听到上帝的心跳，上帝呼吸的声音，跟上帝他身体的馨香之气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：主，我不爱搁再亲像以色列人远远的站着，无论我的环境有透风落雨、雷电交加，无论有地动有真侪遮会断层啊，是遮火山爆炸。主，我要亲近你，求天父上帝帮助。保罗提醒世间人，伊讲世间人虽然知影有一个上帝，但是却不以为意。伫教会内底嘛有真少数的人，伊虽然伫教会内底假装他是敬拜上帝，他也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只有自己，不惧怕上帝，真可笑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牧师无爱讲审判的话、责备的话，因为迄是上帝的，牧师无需要做这个工作。但是牧师要甲恁讲正向积极的话。一个无上帝的人最大的损失，就是失去享受上帝给你生命的恩典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一生中间，咱的态度会影响咱的生命的过程，咱的态度会影响咱生命的结局，咱的态度会影响着咱面对着危机的能力，咱的态度会影响着伫你心内的情绪。然后上帝伫咱的心内有一种踏实，有一种圣洁，有一种自我尊重。人必自重，而人重之。人需要知影家己是啥物人，然后伊才会当得到伊周围的人看到伊生命的荣耀。敬畏是什么意思？敬畏是一种真心的尊敬，就是上帝无讲话，我徛伫我坐伫礼拜堂，我入来到礼拜堂，我嘛感觉这个所在不是嬉闹，走来走去，喐来喐去，唔是迄种KTV。上帝圣殿，你若有敬畏，
你就会产生一种尊敬。你坐伫遮，你嘛感觉真慎重。你听到上帝的名，你嘛感觉管你的名声。你伫你的心内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需要你。我的意念、我的欲望、我的情绪、我的想法，上帝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我的上帝。所以今仔日牧师有甲阮解说，你对以色列人讲的10句话。天父上帝，今仔日礼拜，我只要一句话就够了。主，你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你想诉我一句，我需要听的迄句话，是牧师无讲出嘴，是我所需要。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想诉我一句改变我生命的话。主，甲恁三甲伫底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每一个人拢讲主啊，我愿意，阿们。我愿意尊主为大。所以伫这个中间，牧师要甲恁讲，当惧怕的就是神，唔通惊东惊西，要勇敢壮胆，勇敢壮大。世间人所惊，咱唔免惊，该惊的就是惊得罪上帝。所以今仔日牧师2项的提醒，第一个提醒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认真的看待你跟上帝的关系。如果你若是已经是基督徒，你伫上帝面前祈祷讲，主伫过去的年节，我若伫无意中有得罪你，有对上帝你有侮慢，有无礼貌，有无敬虔，主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求你赦免我。对今仔日开始帮助我，互我渐渐大汉，互我的灵命甲你哪来哪亲密。牧师要伫背后陪恁祈祷，因为我期待这间教会真正是100个人，什么拢无爱，干那爱上帝；什么拢唔惊，干那惊上帝。出好子孙，互上帝的名伫这个世代，互人高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当上帝使用咱的时，咱中间唔免亲像 Thomas More， 嘛唔免亲像牧师所讲迄个神父。上帝将荣光尊贵到活命永活，拢放伫咱的人生中间。认真看待，你是上帝的家人，敬畏上帝，这是今仔日第一个，咱甲上帝约定，坚持这种的约束。因为上帝讲，除了我以外，你无别的偶像，不再拜偶像。除了我以外，你无别的上帝。咱甲上帝讲，上帝，我愿意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上帝的圣神甲你三个地点，除了敬畏神的灵，那个灵在我们的里面，那无咱真困难，真正死心塌地的敬畏上帝，恳求这个圣神甲恁的家族三个地点，到永永远远，互咱的家族是一个因为敬畏上帝而蒙祝福。今仔日真侪基督徒不在意，但是希望得等教会每一个囡仔都尊主为大，因为敬畏上帝比任何代志更加重要，比你的功课更加重要，比你的职业更加重要，比你的婚姻更加重要。这你同意吗？敬畏上帝比咱人生中间任何事拢更加重要。有上帝，什么拢有；无上帝，什么拢无。你讲无输有影吗？上帝若摆伫你的银行的口座，迄个存款簿会头一个1，后壁有偌济0。头前若无，头前拢0，你最后才能存1块。主帮助咱。愿上帝做头前，将神摆第一，上帝也将你摆第一。因为耶稣讲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。
耶稣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拢是我的，连你无求，我嘛拢互你。你会记得这句话吗？求天父上帝做咱的主，敬畏上帝，这就是我甲咱讲的约翰卫斯理故事已经讲了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超出所求所想。愿天父上帝甲咱撒卡地地，我们必因为敬畏神而得喜乐。所以咱要安怎敬畏上帝？耶稣学生嘛问伊，咱嘛要问讲，上帝我爱安怎做，才是敬畏你？无说你三句话，真正敬畏上帝的人，第一，你知影伊存在，他存在宇宙，更重要，他存在你的内心。你的生命若有空间给上帝，就是你敬畏上帝。第二，你跟上帝的关系，远远的站着看，还是近近站着看？敬畏上帝的人，恨不得当我走到上帝面前，上帝压落来，把我抱起来。兄弟姊妹，你捌互上帝笑吗？你讲牧师我遮老啊，老敢有讲上帝就无爱甲咱笑吗？愿天父上帝笑命命，互咱甲伊有亲密的关系。第三，敬畏上帝的人，将上帝的话放伫心内。敬畏上帝的人，无将上帝的话当作讲生笑。愿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上帝这三项放伫你的心内。神，你住在我里面，你在我就在。上帝，你跟我的关系没有距离。上帝，你的话就是我生命的改变。愿天父上帝甲你三角地带，伊讲我要将我的话放伫恁的内面。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收属乎我。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愿上帝祝福咱，上帝保守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伫你的面前，阮出声恳求你，听阮的祈祷，享受你的圣神进入阮的会中，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内，互阮的心全然归向你。心内有危难的人，求天父上帝，你甲伊破掉咧。主愿阮每一个人，拢伫你的面前得着主，你的怜悯。你的圣神充满阮，互阮有敬畏你的欢喜；你的圣神充满阮，互阮有充满圣神的能力。对这世到永远，你是我的主；对这世到永远，无任何偶像会当掌管阮的生命，因为阮的生命已经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。我的家族，我的囡仔，我的后代。愿主你甲阮三角地带，施恩赐福，恩上加恩，恳求祈祷，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